今日想同大家開箱一樣最近買到嘅嘢啊，就係呢件國泰 Crossover Samsonite 嘅第二代行李箱。優惠期間呢，佢仲送咗個旅行袋添㗎。事不宜遲啦，即刻拆開佢啦！當時第一代已經好受歡迎㗎啦，今次第二代唔知點呢？哇，超靚啊！外觀方面係好有辨識度嘅翡翠綠色，前面有銀色 cafe 同 Samsonite 嘅 logo。佢採用雙碌設計，仲有鎖定功能添㗎。平時排隊就唔會咁容易自己滑走啦。我最中意就係呢個闊身拉桿，旁邊仲有個掛鈎，可以掛外套袋，真係超方便㗎。高度啱啱好，一如既往採用 TSA 密碼鎖。打開入面睇下先，入面採用8:2嘅間隔設計，即係一邊比較深，可以放厚衫、鞋或者手信，另一邊就放文件、薄衫或者電腦。佢仲跟咗一個同樣色調嘅收納袋，可以裝下啲濕星嘢㗎。如果愛惜行李嘅朋友，就可以用呢個黑色行李套。今次仲附送咗 Cafe Crossover Samsonite 嘅旅行袋，可以接勢佢收納。旅行翻嚟買多咗嘅，即刻變成個旅行袋，仲可以套入拉桿，超實用啊！呢個篋真係好有即刻出發嘅感覺啊！下一次旅行到底帶佢去邊度好呢？